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咱来读这个《龙刀山》。龙刀山这个小说，我感觉真精彩。完了嘛是，伊是咧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带一个故事。啊，当然，伫咧小说内底，伊就换名做库雅氏。啊，这个2004年吧。面试迄个时阵有甲伊改做戏出，所以系啦，有人搬来咧看嘛吼。啊，故事原则上是拢有讲，因为目的无共，所以要也可能也无相款，所以可能使来弄参考。因为伫迄个啥，Clubhouse 甲好安尼继续就读了压咧，我是尽量拢读到2小节，所以拢听年大学册，读2年，库雅氏个人一个考，就考一年有考入去即个大约考生是几多年？伫这学生当中，有一大部分是按日本各地的庄脚所在来，这个人拢欠缺亲像圣玛格丽特女学校迄种特有的高贵气质。因也拢生啦真平凡，讲啥？有人伫咧传说啦，拄因为是安尼，因才会拼命读册，想尽各种办法要挤入来即种真歹读的、真歹入来医科大学。原底水水的女学生，一个毕业早早就嫁人，也无愿意搁将青春无采伫咧即个6、7年的读册当中。死要当做活要医，还是伊就是一定要赢就对啊？还是我无确定，我看下啊。有这种讲法，台语安怎讲？破釜沉舟。直接甲伊读白话，当然就是迄个啥，斧头就甲破，无伊这个斧敢若毋是啊，伊哪写即个斧头的斧？我会记得迄个破釜沉舟是话啊甲讲我破，迄个啥，就是下底是1斤2斤的斤嘛，啊那顶话是迄个下骹迄破釜沉舟。无意思，我拍毋着是，毋是丁准是丁。破釜沉舟，直接读，抑毋过伊中文佫甲伊一个讲啥必须的决心的 boats as 项羽 ordered his men to do after crossing the river, indicate the determination, indicat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, cutting off all retreat, no turning back, determined, resolved. 我哋出尾种就对啊，无成功无要转去安尼，所以哪是来参见伊神选对啊，袂安尼用诶，这是日本啊，一小见面。想要甲几10本搞有够的大册，真可能缀入去读死命，拼死拼活读册过程，哪是？